我哋做體外衝擊波碎石嘅目標咧，就係希望將啲腎石咧完全粉碎，碎到好似粉末咁細，或者起碼係細過1至2 mm 嘅碎片。咁等佢哋可以經過尿液咧一齊排出體外，唔會造成任何阻塞。咁但係有陣時咧，如果啲石太硬，冇辦法完全粉碎嘅話咧，咁的確係有機會會繼續變大，或者越生越多。咁一般嚟講咧，7至8成嘅病人咧都可以將啲石碎完全屙到出嚟嘅。咁對於病人嚟講，最重要嘅就係要大量嘅飲水啦。另外飲食方面都要注意啦，唔好食得太鹹，或者茶同咖啡都要少飲，因為結石本身都係好容易復發嘅。咁研究都見得到5至10年內有一半病人嘅結石可以重新生翻出嚟。咁所以定時復診係好重要嘅。如果啲結石真係持續有變大嘅情況咧，可能需要再次接受衝擊波碎石，或者轉用內視鏡嘅方法，將剩低嘅石碎咧完全清除嘅。